大家好呀，歡迎大家再次收睇導遊哥哥頻道。今集同大家分享馬來西亞新聞，關於一對19歲學生情侶，究竟係缺乏兩性知識，還是父母性格冷血導致既悲劇？12個鐘頭之前，一條轟動全馬嘅新聞，剝開咗社會最殘忍嘅一面。喺居聯，一對只有19歲嘅大專生情侶喺宿舍裏面珠胎暗結，生落一對雙胞胎。但係迎接呢對初生嬰兒嘅唔係父母嘅愛，而係極度嘅冷血同暴力。其中一個新出生嘅女嬰，胸口被人用24厘米長嘅刀連刺多刀，慘死之後甚至被直接掉入馬桶。而另外一個同胞妹妹，好彩喺醫院順利出生，先至撿返一條命。聽完呢個案情，我相信大家同我一樣，內心除咗震撼，更多嘅係無比嘅憤怒同心痛。一個剛出生，連世界都未睇清楚嘅無辜生命，竟然被親生父母用最殘忍嘅手段抹殺。今日我站喺呢度，唔單止要對呢種殘忍嘅罪行作出最嚴厲嘅譴責，更加要同大家結合呢篇報導，理性探討呢場悲劇背後為人父母責任嘅嚴重缺失。大家睇下案件嘅細節。男嫌犯喺錄供嘅時候承認，佢之前曾經俾咗450令吉給女方企圖墮胎。450蚊喺佢哋眼中一條生命一個責任，竟然可以用450蚊買斷。當墮胎失敗，兩人面對即將出生嘅雙胞胎，佢哋選擇嘅唔係求助，唔係面對，而係逃避。更可怕嘅係呢種逃避，最終演變成咗用刀刺向親生骨肉嘅兇殺案。有人可能會講，佢哋咪仲係19歲嘅細佬，一時慌張先會做錯事啫。但我必須義正辭嚴淡講，19歲已經係法定嘅成年人，係讀緊大專嘅知識分子。佢哋有自由選擇性行為，就必須有能力承擔後果。一時慌張絕對唔係殘害生命嘅藉口。作為初為人父人母嘅呢一對青年，佢哋嘅責任感完全係零。第一，對生命缺乏最基本嘅敬畏，以為俾450蚊就可以私下解決問題，反映出佢哋對避孕知識嘅無知，以及對生命倫理嘅冷漠。第二，極端嘅自私與極其殘忍嘅心理。當危機降臨，佢哋首先想到的唔係點樣保護無辜嘅嬰兒，而係點樣徹底抹殺證據，將一個連反抗能力都冇嘅親生骨肉用刀刺死，再丟入馬桶。呢種行為已經突破咗人類道德嘅底線，係徹頭徹尾嘅罪惡。但係當我們痛罵呢一對冷血情侶嘅同時，我哋亦都要理性但問一句：點解一個19歲嘅大專生寧願選擇拿刀殺人、丟馬桶，都唔敢向自己嘅父母或者社會求助？呢度就牽涉到父母責任嘅第二個層面，原生家庭教育與溝通嘅嚴重斷層。每一個做人父母嘅喺教導子女嘅過程當中，到底有沒有給予佢哋足夠嘅安全感同正確嘅價值觀？當好多青年人面對未婚懷孕嘅危機時，佢哋第一反應往往係：如果俾我爸爸媽媽知，我一定會被打死，我嘅人生就淡毀咗。喺極度嘅恐懼同無助之下，佢哋選擇咗最極端、最反人類嘅方式去掩蓋真相。我哋譴責呢對年輕父母嘅冷血，但同時間我哋亦都要反思原生家庭嘅教育缺失。為人父母職責唔單止係供書教學、俾錢養大，更重要嘅係性教育與責任教育嘅缺失。好多父母對性避而不談，導致後生仔女喺缺乏避孕知識嘅情況下亂搞，出咗事又完全缺乏承擔後果嘅心理準備，信任機制嘅崩潰。當子女遇到人生最大危機嘅時候，父母竟然唔係佢哋嘅避風港，反而成為佢哋最害怕面對嘅噩夢。呢種家庭溝通嘅失敗，間接將呢啲迷失嘅青年推向咗絕路。家庭教育嘅缺失，絕對唔能夠洗白謀殺嘅罪行，但它確實係孕育出呢場悲劇嘅溫床。各位朋友，居聯呢宗兇殺案
警方已經援引刑事法典第302條文謀殺同第315條文蓄意導致嬰兒不出生或出生後死亡展開調查。法律一定會俾兇手應有嘅懲罰，但法律嘅判決救唔返嗰個無辜慘死喺馬桶裡面嘅女嬰，亦都無法抹去另一個幸存嬰兒一生落嚟就失去至親嘅陰影。呢場悲劇給全社會敲響咗沉重嘅警鐘。對後生一輩講，成年人嘅自由永遠係建立喺責任之上。如果你哋冇能力去養育一個生命，就請對你自己嘅行為負責，做足安全措施。遇到問題請勇敢面對，尋找法律與正規社會福利機構嘅協助，切勿因一時嘅自私，將自己推入萬劫不復嘅犯罪深淵。對所有為人父母者講，請檢視一下我哋同子女嘅關係，唔好讓威嚴變成隔閡，唔好讓社會嘅恥辱感壓垮咗子女嘅理性。建立一個可以坦誠溝通嘅家庭環境，教導佢哋尊重生命、敢於擔當，先至係保護佢哋、避免悲劇重演嘅最好方式。生命不容踐踏，責任不容逃避。希望呢個慘痛嘅教訓能夠喚醒更多人對生命嘅敬畏、對責任嘅擔當。